再来看南韩将举行大学考试哦，今年的考生超过52万人，有1/3是停考，是最近21年来哦停考生上侪一届。主要是因为每年医学院的招生的名额要增加，所以有真侪人拢想搁要再试看卖。 大学修学能力测验是南韩全国真注意的大代志。就是迄天车路的车速拢放慢，公车、计程车工会嘛同意无乌白市喇叭，估市延后1点钟开盘。一寡企业延后上班时间，英文听力测验上场的时阵，就连飞机的起降拢爱闪开。今年都超过156个航班受到影响。 做这么多，拢是为着要互考生一个真好的考试环境。 마음가짐은 부모님께 재수는 안 하겠다는 마음가짐으로 임할 거고요. 그리고 수능 끝나면 바로 친구들이랑 놀고 싶습니다. 今年报考总人数是522670人，应届毕业生占65.2%，停考生有161784人，占总数的1/3，是将近21年来上侪一届。主要原因就是阮市的政府甲医学院的下门放宽，每年39间医学院的招生名额有4610个人，比今年增加1497个人。 첫째 아이라서 어떻게 될지 너무 떨리고 저부터 떨리고 그리고 주변 사람들이 응원을 너무 많이 해주시다 보니까 그 기대에 좋은 결과로 부응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. 南韩大学入学考试较早一直有中学课程无教的杀手级正困难的地形，学生都要开大钱去补习班来研究这个困难的地形，这是教育界真怪的现象。为这个代志，教育部今年定出排除杀手级的地形，考试内容必须拢为公立学校教材内底出来政策。老师甲补习班评估今年的考试题目，韩文甲数学的试题，甲去年比起来难度减少真侪，敢若几个麻烦的题目来考出考生的程度。公司新闻，汪慧文编译。